娃娃 TV 讲台语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仔日我要来介绍4句俗语，互大家知。第一句是有食阁有掠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咧讲，除了有通食以外，阁有物件通好客，用来比喻一件好代志内底，阁有另外一件好代志。亲像过年去亲戚朋友兜拜年，毋但有好料的通好食，阁有红包通好摕，真正是有食阁有掠。第二句俗语是食少有滋味，食济无趣味。意思就是咧讲，咱食物件爱有站节，一项好食的物件，若食一点点仔，你会感觉好食；毋过若逐工食，较好食的物件，你嘛会无想要搁食。这嘛是咧甲咱教讲，咱做啥物代志，拢拄啊好就好。亲像讲耍笑，头一摆大家感觉趣味好耍，第二摆、第三摆，大家就会感觉你白目啊。第三句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上出名。顶港就是台湾的北部，下港就是台湾的南部。这是用来形容一个物件、人也是代志，对台湾头到台湾尾拢足出名。亲像这万兰迪卡、乌熊萨士、周杰伦，阁有Lisa本人，我无啦。除了我以外咧，拢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上出名的物件甲人。最后一句是好嘢毋值得会食，好命毋值得勇行。这句的意思就是咧讲，食会落、困会去，身体健康是比好嘢甲好命搁较好。有的人有足侪钱，毋过身体愈歹去，安尼有搁较侪钱嘛无路用，因为无福气通好来享受。所以讲，健康是比任何财富拢较重要哦。安尼这4句俗语，大家敢拢会晓啊？刷落来，咱来看伫生活当中会当安怎运用。Lisa，你看我买这是啥？这啥？哈，你毋知哦？这就是顶港有名声、下港上出名的娃娃牌爆米香啊！是哦，原来这就是顶港有名声、下港上出名排队爱排足久，阁无一定买得的娃娃牌爆米香哦。嘿啊，你食看卖，若介意，我遮拢送你啦。哎哟，安尼歹势啦！逐摆来恁兜拢安尼有食阁有掠，是讲这敢毋是介歹买？是安怎要拢送我咧？煞毋知我着买一个收济，自买来着逐工食，即马食甲拢会惊。无怪我最近看你介像有较大口淡薄啊！你着是安尼大目孔啦！逐摆介意的物件，伫遐咧买规堆。你敢无听过人讲，食少有滋味，食济无趣味？对吼，无怪我最近看到这爆米香，着拢会惊。而且这医生嘛甲我讲，我最近血糖有较悬。嘿啊，物件虽然好食，毋过无介健康，食济对身体嘛毋好。人俗语讲，好嘢毋值得会食，好命毋值得勇行。家己的身体爱顾好，身体健康是比啥物货拢较重要。好，我是Lisa，今仔日这4句俗语，大家敢拢会晓啊？你若是有介意我今仔的影片，莫忘记一把起赞，搁来分享出去。也要订阅观众朋友嘛，一起订阅，你可以小运动，安尼才能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去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